嗨，大家好，我是坦平叔，今天是2025年10月27号。这一期我们继续聊聊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看一看乌克兰战场上又有什么变化。今天是俄罗斯侵略乌克兰的第1342天，也是乌军进入库尔斯克的第448天。在波克罗夫斯克前线乌军对俄军发起反攻，拒绝投降的俄军绝大部分被歼灭。乌军正沿库彻里福亚尔与西沙霍夫方向推进。俄51集团军风暴骑兵特战队在顿涅茨克地区首战中遭乌军 FPV 无人机的精准打击，全军覆没。这一事件不仅是现代科技对传统战法的碾压，更折射出俄军装备的枯竭、工业体系崩溃的深层困境。在无人机主导的战场，任何复古战术都无异于自取灭亡。西方媒体普遍认为俄军现代化装备体系正面临严重的坍塌，由于坦克和装甲车的补充速度远远跟不上消耗，这才迫使指挥官寻求替代机动手段，使用骑兵在现代战场上，比如摩托车冲锋大队、罗马大队，实际上这都属于走投无路的这个权宜之计根据乌克兰方面的报道乌克兰第425独立突击团叫斯凯利亚，这个团的战士们成功的开展了一次行动，从俄罗斯占领军手中解放了顿涅茨克州的叫托尔斯克定居点。根据乌克兰士兵们在社交媒体上的分享，在清剿行动中剿灭了多达100名俄军士兵。据他们透露，俄军在村中仅有极少量的弹药储备，躲在地下室，没有水和食物。现在托尔斯克上空飘扬着乌克兰国旗。乌克兰军方强调在清剿行动同时进行的还有在通往利曼方向道路上设置封锁阵地，阻止敌人2周以来的推进尝试。此次行动由几个突击小组实施，他们首先侦察出敌方阵地并校正打击手段，随后接到命令推进并清扫区域。乌克兰防卫力量指出，行动圆满成功，该村完全处于乌克兰边防力量控制之下。在过去的一天中，前线共发生120次战斗接触，其中最多是在波克罗夫斯克方向。这个乌军在苏赫斯克村执行战斗任务的是第82空降旅。在多布罗皮利亚方向俄军试图突破防线，但由于道路泥泞，5台俄军装甲车陷入泥泞，他们撤离时乌军的炮兵对他们进行了精准打击，其余俄军则由 FPV 和邻近部队进行了送行10月25号，乌哈特旅无人机在哈尔科夫的沃夫昌斯克附近摧毁2辆俄军坦克，同时打击了俄电子战设备、车辆和操作人员。同日，乌军第82空突旅收复顿涅茨克的叫苏赫茨克村，乌伞兵击毙44名俄军，击伤8人，俘虏9人。目前这个多布罗布利亚的这个包围圈俄乌双方是交织在一起。通过对3个包围圈的清理，乌军的状况已经有了很大的改善。但是有俄罗斯方面的媒体说乌军在红军城也就是波克罗夫斯克有将近1万人被围。由于这个双方这个战报各执一词，我在以前节目也说过了，双方说的都不可信，咱们只看前线谁把谁击溃了只是说乌军今天夺回一个定居点，俄军今天又多占了3个定居点，这些不重要，重要的是谁的防线被击溃，叫溃不成军在红军城这个形势非常严峻，就通过双方的报道你就能看出来气氛非常紧张，很有可能跟俄乌双方都感觉到恐怕停火时刻要来临，也就是说有可能要谈判，那谈判的话极有可能要停火，所以他们希望在这个谈判之前在战场上掌握主动权。当然这个谈判也未必只是说大家都有这种预感，所以不由得加快了脚步。所以说双方在这个波克罗夫斯克这儿进行死磕，这个我在以前节目也说过了，俄军是不计代价，连乌克兰总参谋部都承认波克罗夫斯克局势艰难。乌克兰方面说已经有200名俄军士兵渗透进入市中心，就是咱们说的
就是他们是三三两两穿过这个厚厚的乌军的无人机墙，他们趁着夜色两两三三的通过各种途径渠道路线渗透到在波克罗夫斯克乌军的阵线的后方，然后等待集结，等到人通过这个1周2周甚至10几天渗透差不多了，然后再集中到一个地方，那么形成一定的战斗力。然后在市区就爆发巷战，也就是乌方消息确认在波克罗夫斯克局势正在恶化。这是双方的这些战报。从双方这个主帅的动向来看双方恐怕最近也是要大打出手。不仅乌军的总司令希尔斯基到这个波克罗夫斯克前线，俄军的这个总指挥格拉西莫夫，甚至连普京都跑到前线。大家也知道这一次恐怕确实是越来越严峻。先说这个乌军的总司令希尔斯基10月26日早上，新一轮大战即将打响，俄乌双方总参谋长现身前线，亲自指挥战斗。攻击战役在波克罗夫斯克即将拉开序幕。10月25日，综合多家外媒报道俄军总参谋长现身顿涅茨克地区前线，召开了高层会议，并指示了下一步行动计划。同时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长当天也亲临前线，视察了波克罗夫斯克地区军事行动进展，下令新的任务包括搜索和摧毁敌方破坏和侦察小组，以及摧毁和俘虏被包围的俄军士兵。仅仅在过去一天，为了回应乌克兰对俄罗斯的基础设施的轰击，俄军部队连夜使用了伊斯坎德尔战术导弹进行了联合打击，并攻击了无人机对乌克兰军工部门的企业和支持及其运营能源基础设施。这个希尔斯基会见了在波克罗夫斯克方向以及波克罗夫斯克市执行作战任务的军级、旅级和部队级指挥官。而且这个希尔斯基在前线他要求这个乌军士兵乌军的军官要讲真话。希尔斯基说瞒报和歪曲前线真实情况，军官没有资格担任指挥官。而且这个希尔斯基据说还撤了2个军团长。那希尔斯基在前线说这样的话什么意思呢？那肯定是有所指也就是说乌军他下面的战报很有可能也有假，对吧？夸大战果。这个希尔斯基说了，你们要夸大战果的话，受伤的是你们自己。这个希尔斯基说他说我们正致力于为我军提供一切必要的保障，特别是提高对抗敌方无人机与炮兵的效率。为此，我已下达必要指令。我再次向各级指挥官强调，报告中绝不允许歪曲或隐瞒真实情况，不诚实行为代价过高，它关乎我们战士的生命。我的首要求是真相，无论它多么残酷。隐瞒战场实情的指挥官不配担任指挥职务。也就是希尔斯基要求前线的指挥官要据实报告，不能夸大，也不能这个缩小，你要报告实情。前线的指挥官也有种种原因，很有可能是夸大战果，但是也有可能会夸大敌人的这个战斗力，这样自己好去撤退或者是休整，对吧？那么希尔斯基说了，这些必须要如实汇报。这个说法就说明在前线乌克兰的这个战报恐怕也有夸大的地方。所以我一直说双方的说法参考，你主要是看前线哪个地方是俄军还是乌军崩溃了，对吧？溃败，这个是最重要的。至于谁多占了一个定居点，谁少占了一个定居点，这些本身就变化比较大。早上你占完了，晚上又被人夺回去了。俄罗斯方面呢，这个10月26号，俄罗斯克里姆林宫发布消息说俄罗斯总统普京视察了俄军联合部队集群的一处指挥所，就在前线并与俄武装力量总参谋长格拉西莫夫及各集群指挥官举行会议。普京听取了前线局势汇报，汇报称在库皮扬斯克和波克罗夫斯克，也就是红军城方向有乌军被包围。普京表示，俄罗斯不会指定完成特别军事行动的任务的时间，这取决于军事方面的考量。什么意思呢？就是格拉西莫夫又向普京汇报，在红军城，在波克罗夫斯克又有将近1万名乌军被俄军包围。然
然后这个普京啊很体贴的说啊，我们这个军事行动啊没有结束的时间，什么时候结束根据这个军事形势来决定，也就是要打多久就打多久，不给这个格拉西莫夫他们设定一个时间，说你必须什么时候拿下波克罗夫斯克，就红军城。当然这是普京啊对媒体说的，实际上普京、格拉西莫夫啊他们跑到前线，谢尔斯基跑到红军城，说明双方啊在红军城这儿，在波克罗夫斯克这儿，这是大战一触即发，越来越惨，双方非常重视这个地方。这个格拉西莫夫啊向普京汇报啊，说俄罗斯中央军区部队完成了对红军城，也就是波克罗夫斯克和季米特洛夫地区乌军31个营级部队的包围，乌尔昌斯克70%以上区域已经获得解放，也就是被俄军占领啊。俄军在红利曼方向顺利推进，亚姆波尔村的解放工作即将完成。俄军包围了库皮扬斯克市，其突击队控制了乌军通过奥斯科尔河的渡口。俄罗斯总统普京同日表示，库皮扬斯克方向有5000名乌军被包围，红军村方向有5500名乌军被包围。同样啊，俄罗斯方面的这个战报啊也是参考。按照普京的说法，乌军有很多部队都已经被包了饺子，被围歼了，事实上都没有，这是一种叫信息战手法。但是你得知道，俄乌双方在前线现在是越打越激烈，似乎啊要赶着在某个时间点完成一个什么任务，所以双方玩命的干。说俄罗斯啊多地关键基础设施正遭遇一系列原因不明的火灾与纵火事件，聚电器柜、配电盘以及铁路系统成为主要袭击目标。据乌克兰情报部门及当地消息源证实，从莫斯科到伊尔库斯克均出现相关事故，导致物流受阻并加剧电网运行压力。实际上就是潜伏在俄罗斯的这个敌后武工队啊，现在在发挥作用。俄罗斯图拉地区传来超过10次爆炸声，据当地防空系统亦有活动迹象，官方对此保持沉默。在俄罗斯达杰斯坦共和国方向，昨天乌军情报局策划并袭击了俄罗斯达杰斯坦炼油厂，摧毁炼油厂核心装置蒸馏塔，爆炸引发了大规模火灾。该厂属于中型炼油厂，主要为俄海军里海舰队供应燃料，年加工能力110万吨。又起火爆炸啊，也就是从乌克兰附近的这个叫克拉斯诺达尔到日本附近的远东地区，俄罗斯的石油设施无处可逃，乌克兰的打击无处不在。根据俄罗斯方面的报道啊，说由于乌军不断的打击俄罗斯的炼油厂，蒙古的乌兰巴托方面已出现汽油短缺，该国大部分燃料从俄罗斯进口。在俄罗斯实施汽油出口禁令后，俄罗斯对蒙古的汽油供应啊停止，也就导致啊蒙古也缺油了。我们再看看外交以及国际援助啊，乌克兰总统啊泽连斯基宣布，昨天在布鲁塞尔举行的欧洲理事会会议取得积极成果，欧盟成员国一致确认对乌克兰的财政支持计划将至少维持到2027年。泽连斯基在社交媒体上宣布了这一消息。此外，乌克兰还获得了关于被冻结俄罗斯资产使用机制的政治保证，该机制将最大限度用于防御俄罗斯的侵略。欧盟委员会将在近期制定该决定的技术细节。泽连斯基指出啊，关于加强乌克兰防空系统的谈判仍在进行中，目前具体细节尚未被披露，但基辅已收到来自合作伙伴的积极信号，相关团队正在努力尽快落实。这个波兰的总理啊图斯克对记者表示啊，他说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向他透露啊，说乌克兰已经做好必要时再持续作战2至3年的准备。波兰的总理图斯克还指出，俄罗斯经济正面临严峻问题，在美国制裁下，财政持续恶化，长期来看将难以为继。因为大家都知道啊，这是一场消耗战，是消耗战，所以这个泽连斯基啊，也要做到打仗打到
2027年的准备。北约的秘书长吕特他说，北约必须加大压力，普京那里钱、想法和士兵都快用完了。北约秘书长吕特指出在乌克兰，普京以高昂的代价只取得边缘性成果，在这位总统疯狂的战争中，成千上万的俄罗斯人惨死。与此同时，乌克兰保持着勇气，西方的支持也在发挥作用。事实是，普京的钱、想法和士兵都快用完了。特朗普总统说得非常好，他们必须止步于他们现在所处的位置，现在就是那个时候，要加大对俄罗斯的压力，好让我们能够为乌克兰取得公正的和平。吕特补充道，值得注意的是，按照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长的信息，自全面战争爆发以来，俄罗斯在对乌克兰的战争中已损失1135080名军人。同时，俄罗斯经济也出现了严重的问题。美国总统特朗普在9月底承认，俄罗斯的经济处于糟糕状态，并正在逐步崩溃。乌克兰在阻止俄罗斯军队推进方面做得很好，这是特朗普的评价但俄罗斯当局却装作国内一切安好，尤其是10月7号，普京宣称对乌克兰展开全面战争是正确且及时的。而实际情况是什么呢？实际情况根据这个 RBC 乌克兰援引匿名北约高级官员的话报道称，自2022年开战至今，俄军已损失了4000辆到9000辆坦克和超过2万辆装甲车。他们一直在积极的动用苏联时代的储备，拆卸车辆以维持运作。在很多情况下，已经没有旧坦克可供拆卸了。这个卫星照片显示，俄罗斯的坦克储备即将耗尽，战前储备的7342辆坦克中，现在只有92辆 T72 状况良好，其他大部分坦克包括 T64、T72 和 T80， 要么已经锈逐的变成废铁，要么已经被拆成了零件。自2022年之间，俄罗斯重新启动了超过4800辆坦克，其中包括1411辆 T80、1190辆 T72 和1012辆 T62。而在持续进攻中，这些坦克被剧烈消耗。乌克兰军队的 FPV 无人机在对付坦克等装甲车辆时，比杀伤俄军的步兵效率更高。分析人士指出俄罗斯可供起风送上战场的坦克储备已经差不多消失，剩下的那些储存坦克要么根本无法使用，要么需要耗费几个月时间才能修好，即便是修好送上战场，也会在短时间内被摧毁。坦克如此，步兵战车亦是如此。存储的7723辆步兵战车，已经有4931辆被起风后送上战场，火炮和火箭炮的情况也差不多，前者仅剩39%，后者仅剩11%。也就是俄罗斯已经把这个苏联时期留下的那些巨额的军工资产消耗完了。实际上美国也一样美西方。我在以前节目说了，特朗普为什么突然变脸？他是个商人。如果是俄罗斯刚侵略乌克兰，特朗普和拜登换个位置，那特朗普的做法实际上跟拜登也一样，他也会援助乌克兰武器，因为他援助的武器实际上国会批出来，比如说600亿美金，这600亿美金是给谁呢？是给美国的那些军工企业。军工企业生产出来的东西之后给谁呢？是给美国的那陆军、空军或者部队，对吧？国防部采购完了之后呢，送到库房，然后把库房那些已经退役的过期的武器统统送到乌克兰去。也就是对吧？表面上看美国这个总统国会批出来600亿美元，实际上这个钱是大家都得益，美国的军工企业赚得盆满钵满。这也是黄俄说的嘛，这个确实也这个情况泽伦斯基自己也说过，这就变成美国军工企业的利润了。完了之后，这些武器生产出来之后并不是给乌克兰，它是补充库存，然后库房里那些过时的对吧，退役的武器送到乌克兰去，那价钱还挺贵。本来那些武器你要消耗它，你要花钱对吧，你要不就你得保养它，退役了之后你还得管它，现在把它送到乌克兰去了。但是大家记住了当这些库存的武器都用完了之后，你再补充的话，那就属于消耗了，明白了吧？那就属于真的是割肉了，有点疼了。也就是把你的旧衣服捐出去你不仅不觉得疼，你还有一种道德高尚的这种感
感觉。但现在捐的不是旧衣服了啊，你旧衣服已经捐完了，现在让你掏钱，说你捐钱吧，你这个时候就难受了，不就一个道理吗？所以说很多时候啊，这个也要理解一下特朗普。到了特朗普这儿，库存已经送完了，对吧？你还有库存，战斧导弹，对吧？空军的那些巡航导弹，他也不敢给，那个倒是库存可以给的，对吧？他不敢。陆军的那些海马斯啊，那什么155毫米炮弹早就给完了，甚至连那个退役的这个埃布拉姆斯坦克都打得差不多了，再给也得花钱生产了，那是真给钱了，这个性质不一样。你看 F-16，对不对？欧洲、荷兰、丹麦提供的 F-16都是退役的，送到乌克兰去了。实际一样啊，俄罗斯一模一样。俄罗斯是先消耗的是苏联时期留下的这些坦克、装甲车，把它3辆拆一拆、拼一拼，拼成1辆，缺发动机，生产一些发动机，再往上装上，这个它的成本低。但是等这些消耗完了之后，那剩下的啊 T90，对吧？苏34这些东西真的要生产，花钱生产的时候，它成本太高，跟不上了。这个媒体报道啊，说自2022年战争爆发至今，俄罗斯的军工产能首次出现下降。9月份，包括坦克和步兵战车在内的车辆产量总产能放缓了90%以上。8月份61.2%的下降了6%，而俄罗斯军工业的整体经济增长速度则从8月份的2.4%下降到9月份的0.4%。这个虽然啊这些报道真假，对吧？他也没有这个俄罗斯的这个数据啊，但是这些东西符合逻辑。你看，当俄罗斯的这些在仓库里面那些坦克、装甲车、火炮拿出来修，用到前线消耗掉之后啊，你要全新生产，那这个成本就大了。俄罗斯的经济是难以为继啊，俄罗斯的经济已无力继续支撑该国军工业高速发展。打仗就是打钱呐，但哪有那么多钱呢？因俄罗斯国防军事订货而刺激的俄罗斯军工产能达到巅峰后开始下降。产能正逐渐下降的俄罗斯军工业中，受影响最大的极可能是坦克和装甲车，因为这些重武器大部分并不是全新制造，而是翻新苏联时代遗留下来的库存储备。所以这个《华尔街日报》啊，它有篇文章说的也很有道理啊。这个发表于10月24号的《华尔街日报》啊，他说啊，乌克兰战争将以一方崩溃而告终。这个也符合咱们的这个判断，那一定是有一方崩溃啊，这个战就停下来，否则的话停不下来。你让谁让步啊？你不把他打服了，他能让步吗？对吧？也就是咱们一直说的啊，战争的动能不消耗干净的话，它停不下来。如果双方都消耗干净，那就双方和谈，就是各让一步，要么就是一方把另外一方打崩溃。这个一些观察人士认为啊，这场战争可能会再持续几年。这场冲突的结局，要么是以俄罗斯帝国主义计划崩溃，要么是独立乌克兰的消失。这个独立乌克兰的消失啊，这种可能性非常低啊，接近于零。这个目前态势啊很清楚，即便是特朗普啊三心二意不帮乌克兰，那也改变不了啊俄罗斯要崩溃的命运。因为特朗普他也就是搞3年嘛，对吧？还有3年，说俄乌前线的无人机革命使得俄军无法像全面入侵初期那样迅速突破乌军的战略纵深。华尔街日报报道啊，犹如克里姆林宫拒绝进行和平谈判，战争的命运将取决于谁的经济和社会首先崩溃，乌克兰还是俄罗斯。我记得2个月前是吧，媒体都说是俄罗斯的经济崩溃快于乌军的崩溃，对吧？这两个拼速度，现在改了啊，现在改成是乌克兰社会还是俄罗斯社会哪个先崩溃。这个华尔街日报说啊，他说俄罗斯拒绝接受停火，布达佩斯和平峰会也已取消，这加剧了乌克兰战争将持续数年严峻前景。普京总统仍然坚信俄罗斯最终将耗尽这个弱小的邻国，导致乌克兰经济和社会崩溃。实际上我在想啊，普京实际上他是一条道走到黑，他已经没有回头路可走了。对他个人来说啊，只能打到底。这跟乌克兰也不一样，普京无论是以什么方式下台，对吧？如果是战败下台，或者是其他方式，普京都会遭到清算。这个俄罗斯人呢有这个传统啊，这是俄罗斯的历史。这个《华尔街日报》说啊，尽管克里姆林宫抱有希望，但乌克兰的局势远未达到失败的程度。我觉得他这个说的比较客观啊，就《华尔街日报》这个说法比较客观，也就是说，不要看俄罗斯现在好像是掌握主动，他在进攻态势，进攻一方，并且他也占了领土，对吧？咄咄逼人。但是啊，乌克兰远未达
达到失败的程度。我想这个也符合我的判断啊，也就是乌克兰现在是主要是消耗，在前线抵挡住，剩下的就交个时间，看谁扛得住。战线上啊，不管怎么说，俄军占据一定的主动，占据优势。为什么？因为他不在乎死亡，但是你国内的经济不是这么蛮干就可以的，战场上可以蛮干。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泽连斯基政府前高级官员告诉《华尔街日报》，这场战争可能会持续数年，因为双方都有能力继续战斗。他认为这场冲突要么以俄罗斯帝国计划崩溃告终，要么以独立的乌克兰消失而告终。这个说法是错误的啊，我不认可，就是要么是以俄罗斯崩溃而告终，要么是以欧洲崩溃而告终，不是乌克兰，是欧洲。乌克兰一旦崩溃，欧洲就崩溃，这个没什么好说的啊。欧洲崩溃，那就是特朗普美帝，对吧？到头，你想想吧，哪种可能性大一点？乌克兰如果崩溃的话，实际上就是欧洲崩溃啊。摩尔多瓦、波罗的海三国还有日子过吗？波兰你就颤抖吧。这个周六啊，10月25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啊，在卡塔尔首都多哈对媒体表示啊，他说在俄罗斯与乌克兰达成和平方案之前，他不会与俄罗斯总统普京会面。你们必须明白，我们要先达成协议，我不会浪费时间。这个也就是特朗普啊，在多次被普京耍了之后啊，痛定思痛啊，觉得不能再被人耍了，再耍啊。我记得我以前做节目的时候说过一个故事啊，就是对吧？那个有个人去打猎是吧？打狗熊，结果被狗熊弄了。第二次他又去打，又被狗熊弄了。第三次再去打的人，那狗熊就问了：你到底是打猎还是来干别的？你到底什么意思？也就是特朗普也这样的啊，你一次、两次、三次被普京羞辱耍，那你到底是你想干啥，对吧？你再这么下去不合适了，普京都不合适了，觉得不好意思啊。这个所以说这个普京的特使啊，叫什么？德米特里耶夫，这不是马上就去了这个美国吗？这个特朗普一不高兴啊，说取消这个在匈牙利的布达佩斯的会晤，普京很厉害啊，马上就派自己的特使到美国去。这个德米特里耶夫啊，他是华尔街的老朋友啊，他在美国有很多朋友，他在美国资本市场啊，在美国的商界他是吃得开的。为什么普京让他当这个特使呢？在美国有朋友啊，所以他就去了美国啊。然后呢，这哥们去了，我看媒体报道啊，给特朗普带来一盒巧克力。德米特里耶夫为俄美对话带去了印有普京肖像的巧克力糖作为礼物。德米特里啊，他在社交平台电报上发文称，巧克力糖作为俄美对话的礼物。纽约，他将文字写在给巧克力糖拍摄的图片上。这个巧克力这个包装上写着不抛弃自己人，叫不抛弃不放弃，那个士兵突击里面的啊，印有俄罗斯总统肖像，糖果盒上写着伟人名言和普京的一句话：从实力角度同俄罗斯对话没有意义。也就是这个德米特里啊，给特朗普带的这个礼物啊，很有一些含义啊。首先第一个，按照我们的说法，那不叫糖衣炮弹吗？巧克力糖给他送糖，糖衣炮弹。第二个呢，这上面还写了文章啊，就是普京说的，你跟我们俄罗斯打交道，你想用实力碾压我们，做梦不可能，一边带而去。然后还有一句警言，意思是什么呢？就是说啊，不能背叛老朋友，不要抛弃自己人。这感觉是在警告特朗普。按照很多人说法，说特朗普是这个克里姆林宫的间谍，那这普京这意思就是直接发出指令了，对吧？你这小子想干啥？想叛变是吗？不要抛弃自己人。这个德米特里耶夫啊，他确实啊，长袖善舞。他在美国啊，他表现的和其他的俄罗斯人就稍微有点区别吧。你比如说啊，这个俄罗斯炸了哈尔科夫的这个幼儿园，一般的俄罗斯人不承认，对吧？俄罗斯官方也不说话，反正炸的都是军事目标。你那里面幼儿园里面有北约的大鱼指挥官，对吧？一般都是这种说法。但是这个德米特耶夫啊，他说啊，俄罗斯并没有刻意攻击幼儿园，只是不幸的事故不断发生，对吧？这个就比那个俄罗斯官方国防部啊，俄罗斯外交部那些强词夺理，对吧？是不是要感觉好多了，是吧？这个德米特里耶夫啊，他也说啊，俄罗斯、美国、乌克兰三方的谈判还在进行中，并没有说取消了在匈牙利啊、布达佩斯的会晤。但是特朗普说了，对吧？暂时取消，对吧？现在反正不见，什么时候见呢？就你普京啊，什么时候想好了，对吧？我不想给你耽误时间，你说停火，咱们再见，就这么个意思。
那现在普京马上派出德米特里耶夫啊跑去做工作解释。我估摸着啊，德米特里耶夫去这个华盛顿一顿解释啊，这个特朗普又迷糊了啊，又要这个来回摇摆，这个是必然的，并且普京啊继续盘他的核按钮。普京宣布啊试射那个最新的武器啊，秘密武器，实际上就是海燕这个核动力弹道导弹。俄罗斯总统普京正式宣布了他的神秘的终极武器。10月21号，俄成功试射了核动力的海燕巡航导弹。格拉西莫夫向普京汇报，导弹在试射过程中飞行距离达到1.4万公里，并在空中停留时间超过15个小时。这就是核讹诈呀，核威胁。它威胁谁呢？主要是威胁美国，因为欧洲不需要威胁的，因为欧洲它现有的武器就够了。乌克兰就更不用威胁了，乌克兰就挨着了，对不对？随便什么武器就能打过去，搞个核弹手推车推过去都行。他这个能打14000公里，不就说的就是美国吗？所以你看啊，这个普京很厉害啊，一面派自己的这个心腹德米特里耶夫去这个找特朗普求情聊聊，一面在这边对吧，继续搞这个核动力巡航导弹，能打1.4万公里，2万公里都可以啊，核动力的嘛，对吧？绕地球飞5圈都可以，就是说你美国怕不怕？不就这意思吗？所以说特朗普啊，恐怕在这个软硬兼施中啊，又要迷失方向。不过不要紧啊，对乌克兰来说啊，时间站在他这边，对吧？咱们一直说啊，只要前线不崩溃，对吧？只要战线还能稳得住，那么时间就是在乌克兰这边，大家就是耗。这个我估计啊，大家都心知肚明了，欧洲、乌克兰、美国他都清楚了，就是耗，看谁能耗得过谁。什么战斧，对吧？什么导弹都无所谓。那乌克兰自己已经有了海燕，对吧？能打3000公里，自己有了远程导弹，对吧？你再不给人家乌克兰自己德国啊、美西方再援助再教他，对吧？技术，人马上自己又生产更先进的导弹，这都不是事。我觉得啊，泽连斯基为什么一天到晚呢，又是要爱国者导弹、防空武器，又是要这个战斧，他实际上就想把美国啊绑得更深，这个大家都能理解啊，对吧？都希望美国你陷得越深越好，你别特朗普动不动想跑，要扔下乌克兰和欧洲自己弄，那泽连斯基总觉得这不靠谱啊，对吧？最好是把美国绑上一起来。这泽连斯基甚至还要把这个大国绑上。这个泽连斯基对吧？最近对媒体讲话也能看出啊这个心态，这个很正常，能理解啊，对吧？他希望把所有的这个人都绑上一起来，对吧？你美国你别半路上还想跑，所以他要战斧导弹给美国给这个俄罗斯炸一下之后，你这是跟美国也有关系了，对吧？你仇就越来越深嘛，不就这意思嘛，对吧？你实际上这个在这个战场层面上啊，要不要战斧其实影响不会太大了，对吧？就现在乌克兰用无人机已经把俄罗斯炸得七荤八素的，有战斧更好，对吧？所以说我觉得这个泽连斯基要战斧是外交和政治层面，对吧？要这样让特朗普让美国陷得更深，对吧？你别动不动想跑。所以英国和法国立马表态，对吧？立马这个叫暴风阴影斯卡普送上炸，反正他们已经豁出去了，都是一条线上的蚂蚱。所以我们也理解啊泽连斯基这做法。特朗普呢，那当然想滑一点是吧？他希望自己能就像大国一样置身事外，不想绑着一头。好，这期节目啊我们就聊到这里，感谢大家收看。如果喜欢我的节目，订阅转发，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谢谢大家。